春夏天係我最鍾意畫花嘅季節。今次我想分享點樣用和諧粉彩畫一朵玫瑰。首先，我哋用 marker 筆練習一下花嘅形狀，先喺中間畫兩個 C 字，就係玫瑰嘅花心。然後喺外面一層層咁疊加 C 字形狀嘅花瓣。加咗大概3至4層之後，朵玫瑰就成型㗎啦。跟住我哋會用棉花棒沾粉彩，由中心開始都係畫兩個 C 做花心，之後向外畫花瓣。記得每一片花瓣要中間厚身，頭尾較尖，咁樣先有玫瑰嘅感覺。顏色方面，我揀咗多巴胺嘅色系，有粉橙色、粉紅色同埋粉紫色，拼埋一齊就好有春天嘅感覺。呢個練習好適合初學者，掌握咗 C 字嘅結構，再多加練習就可以掌握玫瑰嘅輪廓。你哋都快啲試下啦！